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大家檢查一些你的手機。好，現在呢，我想請電腦係播放主在聖殿中，我哋安靜，然後我哋一同嘅去敬拜神。現在我們請電腦播放那個主在聖殿中，我們安靜我們的心，準備我們的崇拜。好，現在我請黃麗儀姊妹同我哋做一個嘅公禱，唔該啊嚇 Lydia。現在我們請那個 Lilian 黃姐妹幫我們做一個祈禱。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們一起誠心來到神的面前，一起來做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你創造了浩瀚的宇宙。而我們是像塵埃一樣的渺小，你卻愛我們愛到極致。感謝你賜下你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讓我們跟你恢復良好的關係，讓我們可以享受你的愛。神啊，我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們的工作當中、我們的家庭當中，我們的存留氣息全是靠着你的恩典和祝福，我們向你獻上感謝和讚美。神也謝謝你，讓我們在這個殿中與弟兄姊妹一起聚集來敬拜你，來聆聽你的話語，聆聽你的聲音。神，願你的靈與我們同在，願你潔淨這殿，願你借着牧師的口能夠去宣講你的話語。也求你賜下謙卑的心給我們，讓我們有能夠聽到真理的耳，能夠明辨智慧的心，好讓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能夠去活出你所喜悅的樣式。凡弟兄姊妹向你所求的，願你按着你的心意來成就。我們這樣同心合一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好，請大家起立，我哋唱兩首詩歌。請大家起立，我們一起唱兩首詩歌。歌詞呢喺你張嘅紙裏邊嚇。呢個歌詞是在你的節目表上面。喺程序表裏邊呢，有一個歌詞嘅，仲有張紙。裡面有一張是歌詞的。因為呢嗰個字呢就比較細，所以你睇你住嘅歌詞張紙嚇。如果冇呢，出邊喺出邊嘅接待處攞張。因為熒幕上的字體比較小，如果你沒有的話，請大家到外面拿一張那個程序表。好，我哋唱讚美神。我們一起唱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
全面审判一切罪惡，也要慈悲你的恩典遠我。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有權威永光，有恩典慈愛，是實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享受安慰受傷靈魂。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卻是在世界挽救人墮落。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有權威永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除你以外啊，就係歌詞裏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無眷戀。除你以外，有誰能擦乾我眼淚？除你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聲音大聲一點。雖然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裡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無眷戀。除你以外，有誰能擦乾我眼淚？除你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我的肉體和
我的心墙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的心墙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大聲一點，唱歌大聲啲。主耶穌，我們感謝你，我們謝謝你的愛，我們謝謝你的應許，對我們是永不改變。詩篇第67篇1到4節。今天宣召的經文是詩篇67篇1到4節。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道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讀埋全篇嚇，第5節。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地已經出了土產，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與我們。神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呢個就係神嘅説話，神嘅應許。這是神的說話，神的應許。請大家再站起來，我哋唱第二首《全然嘅向你》。我們再唱一首《全然看向你》。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心川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全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春花飘逸，心中的热闹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因眼向你想象积极，一生一世想象积极，一生一世
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将要向你。当生命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当美的青春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全都不息。将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能量洋洋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因义向你献上积极，一生一世献上积极，一生一世脚步不离。让我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眼向你献上积极，一生一世献上积极，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Amen。Amen。請坐，弟兄姊妹。各位請坐。我現在請李嘉林姊妹同我讀今日嘅經文宣讀，馬可福音第10章13、16節。讀完之後，請大家互相問安。請李嘉林姊妹。我請李姐妹幫我們來念那個馬可福音10章13到16節。她念完這段經文以後，我們大家問安。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节13到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着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然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要承受上帝的国，绝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安守，为他们祝福。感谢神的话语。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虽然有苦
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拯，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助。主你不但是得胜的神，主你的是，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好，弟兄姊妹，如果你問安完，可以翻回座位嚇。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已經預備好，請回自己的座位。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姐妹早，各位朋友早晨，各位朋友早，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我哋歡迎大家聽上帝嘅道。今天來參加今天的主日崇拜，來聽上帝的道。喺細個時候，在小的時候，我哋成日都想好快日子快啲，我好想變一個大人。很多時候我們想那個日子可以過得快一點，就變成那個成人。好想快啲生日。很想很快就可以過生日。細路仔想做大人，可能係因為大人有啲嘢可以做，細路仔唔能夠做。那很多小孩子就很想變成那個成人因為有一些事情是小孩子不可以去做，成人才可以去做的。細路仔好想變咗大人，佢好似大人咁樣，可以去揸車，可以去啲地方咧，係細路仔唔能夠去嘅。那小孩子就好像那個成人一樣，他希望好像我們成人可以去開車子，去一些地方是小孩子不可以去的。但係當你變咗一個大人嘅時候，但是當你變成一個成人的時候，當你變咗一個成人，甚至而家好似我哋係已經步入係中年晚年嘅時候，當你變成好像我們一樣已經進入
中年或者晚年的時候，我哋又好想變翻一個細路仔。那我們又想變回去，變成小孩子。我都好想變翻細路仔咁天真，我們也想好像小孩子那樣天真，冇憂慮，沒有憂慮，冇壓力，沒有壓力，無憂無慮，無憂無慮的，冇咩嘅負擔。沒有什麼負擔。所以好想明明細路仔好想變大人，但係大人而家又好想變翻細路仔。本來是小孩子想變成成人，然後我們現在又想變回去小孩子。其實喺聖經裏邊，真係耶穌，我哋呢位嘅救主，其實，在聖經裡面，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佢係話俾我哋聽，他是這樣告訴我們。我哋最後係真係要變翻個細路仔。我們到最後是應該是變回去一個小孩而子。呢個福分，喺今日嘅馬可福音話俾我哋聽，變回小孩子係將來有一天我哋可以去天國，去永恆嘅家，去到神嘅身邊。馬可福音在這裡告訴我們真的有一天有這個福分，可以變成小孩子，回到天家，回到父的身邊。其實我哋現在想變翻細路仔呢一種嘅心態，其實我們現在想變回去小孩子的心態，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嗰個珍貴。在聖經裡面已經告訴我們，這個是一個很珍貴的事情。喺馬可福音第10章，在馬可福音第10章。剛才李嘉琳姊妹所讀嘅一段聖經。剛才那個李嘉玲姐妹念的一段聖經。有一個帶住小孩子嚟見耶穌，有一個人帶着小孩子嚟見耶穌，要耶穌摸佢，要耶穌摸他。門徒就責備嗰啲人啦。那門徒就責備那些人。係耶穌個門徒唔想有人帶細路仔俾佢師傅，俾佢個老師去捉摸。因為那個門徒們不希望有人帶小孩子來給他們的師傅，他們的老師來觸摸。係成人攔阻住小孩子去到耶穌嘅身邊。是成人攔阻小孩子到耶穌的身邊。14節。第14節。第14節。14節。聖經度講耶穌發嬲，耶穌惱怒。那聖經裡面說耶穌怒鬧。耶穌好少生怒㗎。其實耶穌很少生怒的。喺我哋心目中，耶穌係慈愛嘅，係溫柔嘅。因為在我們心中，耶穌的形象是慈愛跟溫柔的。如果耶穌真係要發怒嘅話，如果耶穌真的要發怒，嗰件事係好嚴重嘅。那個事情就會變得很嚴重的了。意思即係話，有人帶一個小朋友，希望耶穌摸佢，而佢嘅門徒唔俾嗰個小朋友被耶穌摸，耶穌覺得係唔可以接受嘅。就是有人想帶那個小孩子給耶穌摸，然後他們那個門徒不想這個人讓帶那個小孩子帶到耶穌面前給他摸，那耶穌覺得這個事情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耶穌嬲嘅就係點解唔可以俾小孩子俾我去觸摸呢？俾我去見呢？那耶穌就覺得為什麼不可以？我不可以觸摸這些小孩子。耶穌為什麼我不可能見這些小孩子？耶穌好想見到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小孩子咁樣。其實耶穌是很希望看到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小孩子一樣。對門徒話：俾小孩子到我這裏來，唔好禁止佢哋。他就對門徒說：讓小孩子來到我面前，不要禁止他們。呢個嘅聖經好珍貴。這段聖經是很珍貴。我哋能夠被耶穌去見面，被觸摸。我們能夠讓耶穌來見面，來抓摸。我哋要真係好似聖經講話，我哋要變回小孩子。就是好像聖經裡面說到的，我們一定要變回小孩子。好對唔住，原來我哋大人耶穌未必歡迎嘅。對不起，原來那個我們成人耶穌可能不歡迎的。點解唔歡迎？為什麼不歡迎我們呢？大人有啲乜嘢問題？那大人有什麼問題？我哋成年人今日有啲問題，點解我哋嘅救主唔歡迎見我
我們成人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救主不想見到我們呢？同一段聖經，亦都有一次，又係講到小孩子，耶穌話要變回好似小孩子。馬太福音嘅另一段聖經第18章，在馬太福音第18我睇章段聖經，有另外一段聖經，馬太福音講到18章第3節。有講到那個耶穌希望我們變成小孩子的。喺呢段聖經講到成人嘅係一啲問題，係耶穌唔喜歡嘅。這邊有講到有一些成人的問題，是耶穌不喜歡的。就係喺佢門徒之間喺度爭論緊，第日去到天堂，邊個會係最大？他們在就是講那個他們門徒在爭論到底到了天國裡面誰是最大？然後耶穌同佢哋講呢一節嘅聖經，那耶穌就跟他講這段聖經，係同班門徒講嘅。這段聖經是他跟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哋，我實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哋唔回轉，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嘅樣式，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斷不得進天國。佢係責備呢班佢嘅門徒成年人，你哋爭呢一個係唔應該嘅。成年人最醜陋一樣嘢，人與人之間個爭鬥，嗰個爭邊個最大？其實這段聖經就是那個耶穌責備他的門徒，這個成年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他們要爭拗誰是最大在天國？神唔想見我哋喺人與人之間去爭鬥。神不希望看到我們在人與人之間有爭鬥。小朋友好少，那小朋友中間就沒有。小朋友好少爭邊個大，小孩子很少爭哪一個是最大的。但係喺成年人嘅世界，在成人的世界裡面，我哋會去爭。我們就會去爭。聖經呢度嘅馬太福音第18章話：你哋要變回，意思即係你要放低成年人一啲醜陋嘅嘢。在馬太福音這邊提到要變回的意思，就是你要將你醜陋的事情放下來。請你再聽清楚。請你再聽清楚。你哋要變回小孩子。你們是要變回小孩子。佢唔係叫小孩子變回，佢係叫我哋變回，放低一啲成年人好醜陋嘅一啲東西。他是叫我們成人放下，變回小孩子，要放下我們醜陋的東西。若果係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不單止我哋主耶穌係歡迎我哋，不單止主耶穌是歡迎我們，聖經更加應承我哋，聖經裡面給我們應許我哋，應許我們，我哋可以進天國。我們可以進天國。我哋要放低啲乜嘢，變回一啲成人放低啲乜嘢醜陋嘅啦。我們成人要放下什麼第一樣嘢醜陋的東西呢？第一樣嘢。第一樣。點解耶穌話要我哋放低成人一啲唔好嘅嘢？第一樣嘢。為什麼耶穌要我們放下成人不好的東西呢？第一，我哋既然已經係成年人啦，既然我們已經是成人人，我哋好多時候以為自己把握好多嘢。那我們會以為我們可以把握很多東西。喺上個星期，我都同你講一篇嘅道，就係你到底有冇安全感？上個星期我跟你講呢篇道，就是說你沒有安全感。我用咗係詩篇嘅第46篇講。我用了詩篇第46篇。我哋安全感係冇風浪。那安全感不是說沒有風浪，唔係冇艱難，不是沒有艱難。真正嘅安全感係我哋有神係我哋嘅避難所。真正的安全感就是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第一樣嘢我哋要放低成人嘅。第一樣我們要放低成人嘅醜陋嘅一面。醜陋的一面。我哋以為自己把握晒所有嘢。那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可以把握。我哋以為自己控制好多嘢。還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很多嘅東西。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冇將呢啲事係放低交俾個上帝。但是我們沒有將這些事情放下來交給上帝。小孩子。那小孩子呢？佢好相信一樣嘅事情。他會很相信一個事情。佢知道自己有限。他們知道自己有限。
佢唔會因為聽日冇食物啦而憂慮，他不會為明天沒有食物嚟憂慮，因為佢知道爸爸媽媽聽日會俾食物佢食。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明天會給他食物來吃。小孩子過馬路，那小孩子過馬路，如果同個父母一齊嘅時候，如果他是跟父母一起的話，佢唔需要話點睇紅綠燈，他不需要看那個紅綠燈，因為佢會拖住佢爸爸媽媽隻手。因為他會拖着他的父母的手。呢一種係我哋成人唔能夠了解嘅。這個事情就是我們成人不能夠了解的。我哋成人有一樣嘢要變回嘅，第一樣嘢就係將一切嘅倚靠，唔係淨係靠自己，唔好靠自己一生，唔好靠自己嘅努力，係真係相信要放低，好似細路仔咁樣去握住父母嘅手，就好似我哋握住呢位神一樣。那我們成人第一樣要放下來的，就是我們要不要相信自己全都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將事情交給神，好像小孩子拖着他父母的手一樣。我哋好多嘅冇安全嘅感，嗰種嘅憂慮，都因為我哋唔識得放低去揸實呢位慈愛、信實、公義嘅一位神。那我們沒有安全感，就是我們都不會將我們的事情放下來交給這個信息跟慈愛的神。我哋好多嘅困難，我哋好多嘅問題，係自己唔識得放低交俾上帝。因為我們很多問題困難，就是我們不會放下，不懂得放下來交給神。我哋唔似細路仔咁樣，好簡單嘅，佢唔會憂慮聽日吃什麼，佢唔會知道危險，因為天父就好似爸爸媽媽一樣，去保護佢哋，去供應俾佢哋嘅需要。我們就不能夠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從來沒有憂慮明天怎麼樣會有危險，因為他們都知道，因為天父就是好像父母一樣會看顧他。耶穌話：你哋要變回小孩子，第一樣嘢要放低成人依樣嘅不好嘅習慣。所以那個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然後我們一定要變回小孩子，就是放下我們這個不好的習慣。第二個。第二樣嘢就係小孩子，佢係好天真，係一個童心嘅。那小孩子有一個童心。佢要我哋成年人放低一啲好醜陋嘅嘢，就是他要我們那個成人放下那個醜陋的東西，嗰種對人嗰種嘅真誠，就是對人的真誠，對人嗰種嘅仇恨，對人的仇恨。呢一樣係成年人係要向小孩子係學習翻。這個就是成人要向小孩子學習的。成人嘅世界裏邊，成人的世界裡面呢，的確有好多嘅心病。的確是有很多的心病。人同其他人嘅相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可以話只係好薄薄嘅一層。只是一層很薄的友誼。但係細路小孩子，但是小孩子呢？耶穌提醒我哋，耶穌會提醒我們，我哋要有童心，有單純。我們要有童心，有單純的一面。你有幾時見過細路仔佢哋喺遊樂場玩嘅時候，同小朋友玩嘅時候，佢哋兩個可能因為一啲嘅玩具爭完之後，佢好快就唔記得對方係佢嘅敵人嚟嘅，佢哋好快又開始咧又玩翻。我們常常看到小孩子在那個遊樂場玩的時候，他們都會爭東西，但是爭完以後呢，他都忘記這個人曾經是他的仇敵，很快就沒事了。有時候你去遊樂場，你見小朋友喺度玩嘅時候，你會好舒服、好開心。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遊樂場玩的時候，很開心，很舒服。你見到你啲孫仔或者孫女去玩嘅時候，你看到你的孫女兒、孫兒子，你會見到佢哋點解佢同其他小朋友可以相處得咁好嘅咧？你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跟其他小朋友相處得這麼好呢？雖然前嗰一刻仲玩得好，下一刻佢可能搶個波，搶完波之後，大家爭完之後，跟住5分鐘之後忘記晒，又一齊玩過。他們玩在一起，有時候可能他會爭一個皮球，但是爭完以後呢，很快呢又沒事，沒事以後呢，他們又玩在一起了。佢上一刻仲喺度喊，要抹鼻涕，下一刻佢就笑容滿面。上一刻他還那個在哭在流鼻涕但是下一刻呢，他就滿臉歡笑的就沒事了。成人好難做到，但是成人很難做到。我哋要明白耶穌叫我哋放低呢個成人嘅軟弱。我們明白呢個主耶穌要我們放下，要放低呢種成人嘅一種醜陋，放下成人的醜陋。耶穌要我哋變回好似小孩子呢一種對人嗰種嘅真誠。他又讓我們變回小孩子一樣，對別人要很真誠的。對人嗰種唔好嘅太過繼續嘅有一種不要好像跟別人留在那個仇恨裡面的。主耶穌好希望我哋好似細路仔咁樣。那主耶穌就希望我們好像小孩子一樣。我每一次講，我同你都要思想呢個嘅真理嘅背後。我們每一次都講我希望你思想這個真理的背後。主耶穌，求你幫我。主耶穌，你求你幫助我。你要幫助我，我的心要像小孩子一樣。我嘅唔喜樂，我嘅憂愁，我的憂愁，我嘅痛苦，我的痛苦，好多時候都因為啲成年人呢種嘅習慣。就是因為這些成人的習慣。呢一個係主耶穌俾我哋嘅，你變回小孩子，放低呢個成人嘅包袱啊！這個就是那個耶穌給我們的訓話就是像小孩子一樣，放下你們的包袱。放低成人呢個包袱。放下成年人的包袱，就是好像小孩子一樣。對人嗰種嘅真誠，嗰種嘅信心，真誠信心。仇恨之間嗰種嘅可以饒恕。仇恨之間可以饒恕，可以忘記，可以忘記。呢個都係我哋今日點解我哋可以活得係唔再係憂慮，唔再冇安全感，唔再孤單一種嘅方法嚟。這個就是我們成人今天能夠用這個方法來活得比較有安全感，沒有憂慮，這個其中嘅方法。我希望你聽得懂我剛才如果用廣東話嗰個意思啊，因為有時國語咧嗰個嘅表達係有啲限制。你明白？希望你明白我在講廣東話裡面嘅意思，因為有時候翻譯呢有一些限制。你要明白耶穌嗰種佢點樣迫切要我哋變回小孩子嗰種嘅需要。你要明白為什麼耶穌有這個逼迫的給我們要變回小孩子的意思。最後一種，最後一種就係我哋好似小孩子嗰種對事物仍然嘅有一種嘅好奇，仍然嘅有一種嘅心態，就係好想知道有好多東西我哋仍然嘅可以去發掘，好似小孩子咁。佢好多時候佢見到一啲嘅嘢，佢唔會好似成人世界咁樣，我見過啦，或者我滿足啦。佢係一種渴求嘅心嘅。我們不能夠像小孩子一樣對事情有渴求的心，不是沒有見過，沒有什麼的，就是去學習的。我哋成人有一個嘅問題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每一樣嘢發生就係這樣噶啦。我哋冇一種嘅興奮，
冇一種對一種事物讓佢睇到一樣嘢，佢已經係好開心嘅。我們不能夠好像小孩子一樣，看到一些事情，很容易就很開心。我們會覺得很多事情發生都會是這樣的，是應該的。我哋今日或者你今天好彩，你有一筆嘅叫做額外嘅 bonus， 一獎金嚇。喺一年嘅裏邊攞一筆嘅獎金。譬如說你今天很幸運，有一筆那個額外的獎金。成年人嗰種嘅喜樂，嗰種嘅時間好短嘅啫。成年人的喜樂呢一段時間是很短的。但係細路仔唔係。但小孩子不一樣。細路仔好容易滿足。小孩子很容易滿足。呢一個係耶穌希望我哋變回小孩子。這個就是耶穌希望我們變為小孩子的心態。唔好常常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唔能夠滿足到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常常都不能夠滿足你的。今日，今天耶穌好想，好似聖經呢度講，係馬可福音第10章第14、15節，我哋睇翻最後呢個聖經。這邊就是耶穌很希望你們做得到的，就是馬可福音10章14到15節的。最後嗰幾節，第16節、第15節。最後兩節就是第15、16節。最後一節啦。最後一節。佢抱起小朋友。他將個小孩子抱起來。因為小朋友好可愛。因為小孩子是很可愛。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被主耶穌唔單止係抱起，更加佢用摸。不止給他抱起來，也會給他摸我們。係觸摸。觸摸我們。耶穌呢度講話，佢係祝福嗰啲小朋友。就是在這裡說的，耶穌是祝福這些小朋友。祝福這些小朋友的。我也很希望那個神可以觸摸我，跟那個祝福我的。抱起我。抱起我。喺困難嘅時候，喺擔心嘅時候，喺憂慮嘅時候，佢抱起我。在他們困難、擔心嘅時候，可以抱起我。嘅時候，佢抱起我。在我孤獨嘅時候，可以抱起我。時候佢安慰我，用隻手摸我。在我需要嘅時候，他會安慰我，撫摸我。喺我羞恥嘅時候。在我羞恥的時候，佢聆聽我。他會聆聽我。佢呢度聖經講話，佢係要祝福嗰啲小孩子。在這段聖經裡面說，他是要祝福他的小孩子。請你聽清楚。請你聽清楚。我哋而家肉體雖然係成年人，雖然我們的肉體是成人，甚至係老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但係我哋嘅心裏邊，好似聖經一句説話。但是我們心裡面，就是好像聖經裡面一句話，喺哥林多後書講嘅。在哥林多後書說的。我嘅肉體雖然朽壞，我的肉體雖然朽壞，但我內心係一天新似一天嘅。但是我們的內心是一天新起一天。我嘅心態係需要放下成年人一啲醜陋嘅。我的心態是需要成年人放下我們醜陋的一面。我哋要好似小孩子咁樣變回，俾主耶穌去摸，俾主耶穌抱起。我們的心態要變回小孩子一樣，就可以讓耶穌抱起我們，可以觸摸我們。今日我好希望你係活得好似小孩子咁樣去過餘下嘅一生。我希望你們今天開始變回小孩子一樣，活下去你餘下的半生。單純嘅對神嘅信心。要有單純的信心對神。而滿足嗰種嘅心境。要滿足而滿足嗰種嘅心境，好容易滿足嗰種心境。滿足的心境。好感恩嗰種嘅父母嘅供應。很感恩父母的供應。會將憂慮係好快嘅係忘記嘅。將你的憂慮很快就可以放下了，忘記。呢一個係耶
這個就是耶穌邀請我們的。不要為明天憂慮，吃什麼，穿什麼。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喝什麼穿什麼。耶穌係好希望係摸我、祝福我。其實耶穌很想摸我或者祝福我的。我好想你個笑容，無論你幾多歲，我喺你臉上都見到笑容。我希望無論幾歲，你的年齡多大，你臉上都是充滿笑容的。縱使我哋有風暴，縱使我們有風暴，但係我哋唔係孤獨嘅。但是我們不是孤獨的。神係我嘅避難所，係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神是我的避難所，是我患難中的幫助。呢一種嘅信靠，這種信靠就好似小朋友信佢爸爸媽媽一樣。就是小孩子相信他們的父母一樣。耶穌再講一次，耶穌在這邊再講一次，讓小孩子到我嘅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我哋嘅心一定要好似小孩子，放低成人嗰種醜陋、嗰種罪、嗰種成人嗰種嘅語言，我就係求主耶穌叫我放低，然後去到耶穌嘅身邊，被佢抱起來，被佢祝福。我們要像小孩子一樣，將那個我們成人醜陋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放下來，然後到主耶穌面前，讓他抱起來，給我們的祝福。嗰種嘅小孩子嘅童真，呢種小孩子的童真，唔係幼稚嚇。而家耶穌講唔係同你講幼稚，耶穌不是說幼稚，係嗰種嘅孩童嘅嗰種嘅真誠嗰種童心。就是小孩子的真誠嘅童心，對天父嗰種嘅信靠，對天父的那種信靠。呢一個係主耶穌係祝福我哋嘅。就是主耶穌給我們的祝福。再冇樣嘢快樂過好似變回小孩子。你想想，當你細路仔嘅時候，雖然有啲喺國內嚟嘅細路仔都好辛苦，但係細路仔嗰種好快就忘記嗰種嘅辛苦嘅東西。我們讓大家想想，有很多小孩子可能在國內出來的都很辛苦，但是他們很快就會忘記了。我最開心嘅日子，那我最開心的日子，都係童年嘅時代，都是我的童年。我唔知大家你最開心嘅日子係咪童年嘅時代？我不知道大家最開心的日子是不是童年的時代？無憂無慮，無憂無慮。而爸爸媽媽係最錫你嘅。而且爸爸媽媽最愛你的。呢個就係聖經嘅真理。這個就是聖經的真理。呢個唔係捉摸唔到。這個不是觸摸不到的。呢個耶穌係要我哋活到現在都有一種好似心態如小孩嗰般去生活。就是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活到現在也要以孩童的心態來生活。我哋做個祈禱。我們做個祈禱。親愛天父。親愛天父。求你賜俾我一顆受教，好似細路仔呢種善良嘅一種嘅心態。求你給我們受教，好像小孩子那樣善良的心態。喺呢個成人嘅世界裏邊，在這個成人世界裡面，要我哋懂得真係將呢啲嘅成人嘅醜陋係放下。要懂得將這個成年人的醜陋的事情放下來。因為成人世界有好多嘅憂慮，有好多嘅羞辱，有好多嘅孤獨。因為成人世界裡面很多羞辱，很多孤獨，有好多嘅仇恨，很多仇恨，都喺成人世界裏邊。都是在成人的世界裡面。求主耶穌今天提醒我，求主耶穌今天提醒我，變回小孩子，變回小孩子，被你抱起來，讓你抱起來，被你按手，被你按手，被你祝福，被你祝福。我感謝我嘅心裏邊，我要求主耶穌打開我，好似一個小孩子心花怒放咁樣。求你讓我像小孩子一樣心花怒放。我哋好似一個小孩子咁，係天真無邪。我們要好像個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常常感到係快樂。常常感到快樂。係無憂無慮。無憂無慮的。主耶穌，求你俾我呢個嘅心態。主耶穌，求你給我們這個心態。讓我懂得點樣將成人一啲唔好嘅事情，我哋放低。
求你讓我們知道怎麼樣放下成人不好的東西，因為你嘅軛係容易嘅。因為你的窩是容易的。你邀請我哋，你邀請我們，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可來。以到你這裡來。就好似小朋友當佢攰嘅時候，就是好像小朋友覺得疲累的時佢候，好快就會睡覺，他們很快就會睡覺，一啲憂慮都冇。一點憂慮都沒有。再醒來嘅時候，在醒來的時候，係充滿活力嘅。就充滿活力。主耶穌，讓我學習呢種你今日提醒我嘅心態，如小孩般嘅去生活。讓我可以學習你提醒我們，就是今天好像小孩子的心態學習。俾我呢個嘅祝福，你給我們這個祝福，呢個嘅提醒，這個提醒，感謝你，感謝你。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奉主耶穌得勝的名。Amen。 Amen。好，我哋唱首詩歌。我們再唱一首詩歌。我哋用好似小孩子嘅心去唱嗰種喜樂。我們要以小孩子喜樂的心來唱。請大家起立。請大家起立。去唱呢首歌。天父世界。天父世界。唱得好不好不重要，你一定要用喜樂的心來唱。這是天父世界，孩童側耳傾聽，宇宙歌唱，思維相應，星辰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孩童側耳傾聽，宇宙歌唱，思維相應，星辰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這是天父世界，救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作王。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上帝是我宇宙歡唱，主恩統治萬方。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上帝是我宇宙歡唱，主恩統治萬方。上帝是我宇宙歡唱，主恩統治萬方。請坐，請坐。唱嘅時候我睇到請坐我睇到阿 Joyce 個女喎，阿 Dina，我看到 Joyce 的女兒，佢好認真睇住嗰啲嘅熒光幕頭先。她很認真地看着那個熒幕。我唱嘅時候，耶穌話：我要好似變回好似 Adina 咁樣。我們要變回那個她的女兒一樣。佢唔怕醜，她不害羞的。佢將佢真我表露，
他將他的真我表露出佢要來，笑嘅時候就笑，他要笑着笑，要喊嘅時候就要喊。哭着哭。佢唔好似成人世界咁樣他不像成人的世界，虛偽，虛偽。嗰種嘅真係只有小朋友有，那一種真只有小朋友才有的。嗰種嘅罪係帶俾我哋成人忘記咗小朋友嗰種嘅真。那種罪是讓我們成人忘記小孩子的真。記住，呢個世界係天父仍然掌權嘅。記住，這個世界是天父掌權。佢賜俾我哋主耶穌，他賜給我們主耶穌。主耶穌要我哋變回小孩子，先至能夠上天堂。主耶穌要我們變回小孩子，才可以進天堂。如果你冇小孩子嘅心，如果你沒有小孩子的心，佢一定唔歡迎，他一定不歡迎。一定或者甚至我哋未必能夠有把握係進天堂。那我們沒有把握一定會進天堂的。係耶穌俾我哋呢個嘅應許。因為耶穌給我們這個應許。其實唔係天堂，係要將來先發生。現在如果我哋變回小孩子，我哋而家現在嘅心態就係好似活喺天堂咁樣。其實天堂不一定是將來的事情。如果我們今天我們變回小孩子的心態的話，我們也是一樣在天堂裡面。呢個好珍貴嘅今天一個嘅神俾我哋嘅祝福啊！這個很珍貴，今天神給我們的祝福。我哋做個感恩嘅奉獻，好唔好？做一個感恩的奉獻。OK， 我哋想請今日嘅招待出嚟，好唔好？我們今天請招待出來。好，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唔明白呢個救恩，唔明白主耶穌呢個嘅救主，你唔需要暫時勉強去奉獻嘅，好唔好？我哋感恩，我哋明白，我們明白我們這個救主，這個救恩，我們才做這個奉獻，好不好？不要勉強是真誠的，我哋感謝神賜給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好像小孩子一樣，爸爸媽媽，謝謝你。田園百合，露水般短暫，它都悉心裝飾。難道你不比了而珍貴？愁淚那可使你的歲月變多？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要先祈求他的國與他的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明日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可救了。你們要先祈求他的國與他的。嘅奉獻。多謝各位兄弟姐妹。我哋希望呢個嘅奉獻好似係神悅納嘅。希望這個奉獻是神悅納的。我哋單純嘅相信神賜俾我哋嘅嘢，我哋歸回佢一啲，俾翻我哋嘅神。是單純就是我們歸回一些神給我們的東西。好簡單嘅兩個報告，好唔好？很簡單兩個報告。我哋崇拜之後，今日有午餐，好多謝為我哋預備午餐嘅弟兄姊妹。我們崇拜之後，今天有午餐，我們很感謝為我們預備午餐的。希望你今日落到去食飯嘅時候，可以同你好耐冇見嘅一個星期冇見啦，或者一啲嘅教友朋友去同佢傾偈，好唔好？希望你們下去可以跟你的教友朋友可以聊天，一個星期沒有見面。第二嘅就係食完飯之後，我想請中文部嘅執事同埋信託委員咧喺牧師我間房裏邊開一個好簡單嘅教會事工嘅會議。午餐以後請中文部的執事跟信託委員在牧師的辦公室裡面有事情要商討。好，請大家起立，我哋唱最後一首嘅詩歌，好唔好？我們唱最後一首詩歌。耶穌係我最好嘅朋友。耶穌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係我嘅救主。是我的救主。
何等恩有慈人救主，负我罪孽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左前求。多少平安我们所需，多少痛苦愿往救，都是因为为将万事来到耶稣左前求。我们有无试探应有无难过过头，却不应当言智慧心，应当到主左前求。何处能寻这般良友？通常一切无余有，我们约定主道知道，把心到主左前求。我们是否软弱多愁，陷阱中的压肩头？主愿我避难处所，奔向耶稣左前求。你若阵风又盼晴雨，好向耶稣左前求，到到王中他必保护，有他安慰便无忧。请大家低头，请大家低头，接受主耶稣给你一个孩童的新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语文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的没有可以指責。Amen。好，請弟兄姊妹朋友去到下邊享用午餐，好唔好？